日本樂壇天后濱崎步將會喺今個星期六喺上海舉行 Yumi Hamasaki Eira Tour 2025演唱會。尋日佢喺 IG 發文表示，因為大埔弘福苑發生嚴重火災，宣布會更改演出內容。濱崎步提到，呢次亞洲巡演係由香港開始，佢同埋團隊仲記得香港觀眾帶俾佢嘅支持同埋愛，所以喺上海嘅演出，佢希望粉絲盡量唔好穿戴紅色衣物。而且團隊會取消舞台上嘅紅色服裝同埋火焰特效，想表達對香港嘅關心同支持。佢仲話，我哋會為香港祈禱。好多香港網民都感激濱崎步嘅舉動，而內地網民表示理解同支持，祝香港早日走出困境。然而今日晏晝主辦方就發聲明，話因為不可抗力因素，宣布會取消濱崎步嘅上海演唱會。濱崎步喺社交平台出 post 回應，我同我200人嘅團隊日日夜夜奮戰，用咗5日時間搭建上海舞台，但核心工作人員朝早被召集，收到取消演出嘅要求。佢仲話，最遺憾嘅係冇辦法親自同中國、日本同埋世界各地趕嚟嘅14000位粉絲道歉，而家只好解散呢個舞台，真係難以置信，無言以對。